各位同學，本年度嘅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即將開始啦。早前已經透過班主任推薦一位同學參與，佢哋都係對待家人、老師、同學以及其他人都有好好嘅禮貌行為表現。事不宜遲啦，不如睇下我哋各班嘅候選人嘅表現啦。大家好，我係1A 班麥子婷，我好開心可以參加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。我知道有禮貌係一種美德，我亦知道點樣尊敬長輩。請大家投我1A 班麥子婷一票，多謝大家。老師們、同學們，大家好，我是1B 班黃以棠。早上我會同爸爸媽媽說早晨，最後同校長和老師說早晨，和同學相互禮容。我希望校長、老師我們投我一票，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1C 班曾妍，我好開心成為待人有禮好少年候選人，希望各位老師投我一票，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1D 班羅校長。如果我見到人嘅時候，我就會打招呼；人哋送嘢俾我，我就會講多謝；人哋俾嘢我就會講唔該。我都好希望呢個好習慣可以傳染到俾身邊嘅人。最後，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請投我一票，多謝。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。我係2A 班黃以琪，每次我見到長輩，我會主動去打招呼，禮得人不怪，大家都可以講多啲，唔該同多謝，請大家投我一票啦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係2B 班伍家維，多謝陳老師推薦我參加呢個活動，請大家投我一票，多謝。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2C 班顏順希，希望大家投我一票，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2D 班劉希娜，我好開心入選咗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。我希望大家一齊做個有禮貌嘅好孩子，請大家投我2D 班劉希娜一票，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3A 班江燕之，好高興可以參加待人有禮好少年，亦都好感激老師嘅提名。長輩常常教導我對別人要有禮貌，這是我們人生的必修課。我相信只要我們能做到以禮待人，感染他人，笑容必定與我們同行。請大家投我一票啦，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3B班周潤之。禮貌係個人嘅修養，同時亦都反映到個人嘅品格同埋素質，又會影響到人哋對自己嘅印象。簡單一句早晨，一個親切嘅笑容，一句衷心嘅多謝，都可以促進人同人之間嘅關係，拉近人同人之間嘅距離。中國有禮儀之邦嘅美譽，我哋作為炎黃子孫，要繼續傳承以禮待人嘅傳統，將佢哋發揚光大。
請大家將你哋神聖嘅一票投俾我。我係3班班周睿之，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3C 班嘅關許彤，我好榮幸可以得到老師嘅邀請參加待人有禮好少年，希望大家會支持我投一票，多謝大家。校長、各位同學、各位老師，我係3D班黃子聰，我好多謝我班主任、其他老師提名我可以參加呢個比賽，我希望你哋投我一票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4A 班劉子柔。我知道禮貌好重要，所以除咗見到長輩嘅時候，我會有禮貌咁樣打招呼；見到老師或者同學有需要幫助嘅時候，我都會主動上前幫手。另外，我每一日都會保持笑容，因為笑容會帶俾人正能量。我會繼續努力，請大家投我劉子柔一票啦！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4B 班林希彤，好多謝何老師提名我參加待人有禮好少年嘅選舉。由細到大，家長同學校都教導我哋要有禮貌。我認為有禮貌嘅態度係懂得尊重同欣賞別人，唔好帶有傲慢同偏見對人。希望大家投我4B 班林希彤一票啦！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4C 班沈子君，我好榮幸可以參加本年度嘅待人有禮好少年，請大家多多支持我，投我一票啦！多謝晒。大家好，我係4D 龍正入。今日我好榮幸我可以俾丁副主任提名參加呢次活動，我好希望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都可以投我一票，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5A 班何文睿，希望大家投我一票，多謝大家。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5B 班黎千如，好多謝班主任推薦我參加今次嘅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，我有幸成為今年嘅班長及校園大使。不學禮，無以立，禮貌對於個人品德係好重要嘅，希望各位老師可以投我一票啦，多謝大家。校長、老師、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5C 班何卓宇，我好榮幸可以參選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。我覺得有禮貌係好重要嘅，因為有禮貌唔單止係尊重別人，仲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嘅距離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個有禮貌嘅人，請大家投我一票啦！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5D 班陳浩宇，好高興可以參加待人有禮好少年呢個拍片活動。待人有禮係我哋傳統美德代表公民質素嘅提升，例如平時我們出門在外或者家中都應該養成待人有禮嘅良好習慣。正所謂禮多人不怪你，待人有禮亦能為世界帶來多一點美好。所以我喺呼籲大家一齊共同待人有禮，讓呢個世界增添一些美好。希望你哋可以投我一票，多謝大家。關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6A 班林海瑩，我好榮幸俾老師提名我參加本年度待人有禮好少年。我覺得如果你想人哋對你有禮貌，首先你就要對人哋好有禮貌。例如見到老師嗰時就同老師打聲招呼，同學幫完你就要同佢講聲唔該。最後希望大家可以投我6A 班林海瑩一票啦，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6B 班嘅關希宇，感謝老師提名我參加呢個待人有禮好少年嘅活動。我相信以禮待人唔單止係個人修養，亦都可以拉近人與人之間嘅距離。多謝支持，請投我一票啦！大家好，我係6C 班陳雨晴，
好多謝班主任揀我入呢一屆嘅待人有禮好少年選舉，請各位老師同同學投我一票，多多支持啦！多謝大家。大家好，我係6D 班李曉妍，係一個待人有禮好少年。見到人我會打招呼，見到貓我都會 say hi。有禮貌唔係老土，係型。你試下同考官講早晨啊，一定加你印象分啊！你試下同阿媽講多謝晒，今晚一定加餸啊！所以待人要有禮，人哋就會笑住咁同你講，你真係一個待人有禮嘅好少年啊！請大家投我一票，多謝。睇完各班同學嘅片段，係咪都覺得咧佢哋係好有禮貌呢？稍後咧，老師就會透過選舉咧，係選出高年級1名同學以及低年級1名同學，大家密切留意啦。